大家好，我係文玲。好多朋友都成日問，到底幾時拆利是係應該啱嘅呢？又或者派利是派到幾時呢？通常呢，我哋都以正月15為一個節數嘅時間嘅。如果你真係想話拆利是嘅話，咁其實呢，過咗正月15呢都係可以噶啦。前邊有啲人就認為拆得太早嘅話呢，就等於呢個全年嘅財運冇咁理想。咁我覺得過咗正月15開始拆利是，最早嘅話過咗壬日開始拆利是都係可以。但係拆利是嘅時候有咩講究呢？如果真係譬如自己嘅老闆啦，又或者你覺得有啲人本身嘅財福好旺嘅話，俾你嘅利是到底拆好定唔拆好，定係收埋完全唔用呢？其實都有啲技術嘅喎。如果你完全唔用，又未必收到人哋嘅祝福。咁所以呢，可以嘅話呢，我自己覺得收到過咗15，然後又或者將入邊部分錢留翻喺度，部分拎起，又留翻喺度嘅呢，你就自己放咗佢入啲緊要櫃桶度，或者係放入夾萬度，即係話接收到人嘅祝福之餘呢，又留翻啲財福喺度。咁其實對大家都係好噶。當然啦，亦都係中國人所講嘅意頭。咁你就接收晒祝福，亦都接收到財福啦。